请登一言的文章，为子后人把名扬。早奔东来满本事，衣衫褴褛被人吃。本身把米无计马门夫君人，难从之穷人离场。想当初爹娘在赵本君家中豪富，可是从弟弟去世，家遭危老，母子相依为命，人人长大，母亲作子，娶妻三娘，夫妻恩爱，生下一子。真乃是家境清贫，见长无妻，计划买花，孤独成冬。想过三人实在很长，满腹在话。太史今为人上进官考，把艺术生，想起家长，真不叫人惧长神游。一朝一人把名扬，太子太家境清贫，少年良，我枉为妻臣男儿难当家，为求延迟受煎熬，没想起家长病重可悲伤，王中是事态也是往衰，想起了今年乃是大比之年，师兄师弟就是正等营造上进官考，我也想立志举名，何不得我与娘子商量商量？娘子贵人请坐。不知
是你分为此出来，以后相法哦，今年乃是大比之年，为父要向上京观考。上京观考，官人倒是只为功名，这乃是家息贫困，万一路费，路途遥远，怎能取得？我也知道家境清贫，缺少考本，可要让我不上京观考，我离家无有翻身之日，何况官员不会送上门来，怪得的分出娘子，甚想娘子替我想办法。这个不是人不上京观考，当然无官送上命令。其实本身要上京观考，为此我理当相助。多谢娘子。倒不是李亚捡取之花，明日一早捡取条文银两，上里做主考费。娘子，你为我家操持家务，勤劳爱育，此番又为我上京观考，缺少考兵李亚要钱之花。但愿待我此去上京观考，啥时能够一官半职，定不忘母亲大恩。官人，你何出此意？捡取之花，但等天明到婆婆跟前，与他说个明白。娘子说得真是，那我就在这里恭诉。好吧。
娘子受煎熬，为君靠本，把花剪成妻子去功夫不为我到苏生，吃饭吃心愿已在中共到步步跟前，见去问哦，娘子识得人事，点个丸子把话顶起来。结花麻花鼓花音，我儿他没法文章大才生，但愿在雨林上精神，但愿他山顶隔上冲头名，到那时我家受苦不美，母亲，儿媳，快快起来，来，孙儿娘我来吧哈。儿啦，娘，清早起来，不知到此何时？哦，
一来向母亲问安。这是儿心下，儿来有事吗？伯伯，官人他乃是一个读书人，大别之年日军来到，只是江西贫困，没有银子上京贵客，希望我李衙减去纸花，上家减去麻花问来银两，上官人上京贵客，不知伯伯意下是何？媳妇，这是李须苦了。哪里？大比子女到来，你为了我儿上京而去，李衙接话。媳妇，李衙未在，麻花妹谁让老身去嘛？哎娘，伯伯，你年迈之人不便上家，娘子辛苦了一夜，这麻花嘛，孩儿为吃的。李官人，你是读书人，凡是在家读书，麻花嘛就让我去。哎，娘子，你一夜未在，辛苦计划，这上干嘛花还是让我去吧？你就在家好好休息休息。哎呀，官人，你也做衙役人，这就不用退了。伯伯，这孩子就交给你了。真是委屈媳妇了。事已不早，我要走了。娘子，媳妇怎么了？我好像有点心慌啊！好，那李须不用去，让我去。不要紧，没什么事。伯伯，官人，这小孩子你们要千万可好，不要让他受多。你放心，我走了。娘子，娘子，媳妇早点回来。你们放心。娘子，他走远了，进去吧。哦，娘，儿啦，媳妇为了我们一家之人，受了多少苦衷，要好好做事，但愿你高官得走，能报答媳妇的苦心。娘，孩儿知道。你到死亡读书，再子让我无恙。但愿媳妇早点回来。孩儿我去到书去了。无奈他不惜军事业，正为吕昌之妻麻花三娘今日大难临头，不免在无奈助他一臂之力，在此等于他到来。清早起来开了名，去往街上聚一阵，麻花哟，但愿早日把银两从我官人上进城城。麻花哟，麻花三娘万岁！哎呀，李这位老张，我与你面不相识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无奈当然知道你的名字，今日我将你宽讲起来，你不是你徒自在。哦，老张，这是为何？麻花三娘，你不必担心，我这里有灵丹妙药，你要是吃下之药，就能用胸化解。多谢老张啊！不知道要多少银子？哎，
你看那帮有人来了啊！哪里来的人啊？老大，质量怎么不见了？他是当我与八人日土之灾，难道这是神灵相助，定外之光空一把啊？定外是将他吃了吧啊！困死于不着，要是谁不出马，我父他是功名怎完得了？令我走了麻花哟！老夫身为自国长，王亲不亲也为王，哪个归来只得亲？去抚慰你们啊亲，老夫曹长，此今身为当今国长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想不尽勇往，欲动富贵，说讲起来，七王夫人陪不了我。可惜是晚归了，不喜欢他们。心想此一个白夫人哪该有多好啊！今日心中高兴，不免交差我的下等之人曹丕，他足智多谋，与他商量商量。曹丕快来！对。哦，结果他是起来，下他是，哎，他是也叫我曹丕出来与我相杀。我的心门不顾你。哎呀，他是啊，侬的为人我一清二楚，今朝看来起心中万明，我倒有个妙计。快讲。今日啊，菩萨殿里向来所想的那家，富民话人山人海，交关之多。哎呦，我不能讲美貌的女子多得很。今朝只要等外行的富民画面，前去看看热闹，后来么看看美人，同时对嘴一嘴，我两个人昂隆咚。不愧是我幸福，才我心了。曹丕，在与我带路。是。下等之人多精明，府门之外可教人。曹丕带路才听
心之人路过，你通报我一声。哎，小弟明白。麻花哟，现在可要麻花啊！哎呦，竟然有这样美貌的女人啊！他姐，嗯。你来到看中于他？你可有认识他呀？当然是认得个呀。他家在哪里？叫什么名字啊？家子的是本人，他的男人老公吕昌，这是长子麻花三娘。哎呦，原来那是岳父之母。伤心，伤心！哎，哥他地狱夫子有啥个妖精人？个老来懂我个，来破鼓作业咩？更阿响，嘀咕来着咩？更阿旺。哎，遇了男人老公的女人家，给今年老了着啦。你长理在好，难得你这样讲，那老夫就喜欢他喽。侬啥子真心欢喜？这个女人嘛，我会弄到虚，大事成功有你的好处，此话当真？一言为定。好吧。历代府中定女佳音，我有办法。哦，照片，哎，当心为上。今天怎么连一朵花都买不了啊？一人可要麻花三娘哎！你这个小姑，你可要麻花啊？谁要麻烦？不是我要麻烦，阿拉个老太太要麻花。原来是你家老太太要买，那不知媳妇哪一朵，你自己挑吧啊！我媳妇哪一朵？我是个下等之人，我做不了主的啊。这倒也是的。麻花三娘依我之见，你跟我到府中与老太太谁干谁挑，你看看好。到你府中这个，今天一朵花都没有买了，官人没问题只能上去。你家老太太要买，好，不知离此多远，我就跟你走吧。妹妹去，前面旁边走来，旁边走来，旁边走来的到底。好吧，来。嘿你为我把大名都办了。哦，这是阿拉府中的规矩。你府中有这样的规矩呀？来。来。嘿，你还要冠名啊？这是老太太吩咐下来，做小人的没办法啊。怪不得是大无人家。这个，来。哎呀，麻花姑娘，那么叫你老太太自己来挑。好吧。
你再给一遍啊！老太太一起。哎，还不见过我家太太？哎，见过老太太，快快起来！啊，原来是她啊！不知道你家太太在哪里？她是要买花，那请叫她来买卖。你就是麻花三娘，真是，不是太太要买你的花，就是找长老国长要买你的生意啊！国长爷，我只骂花不骂生地。麻花三娘啊！三娘，我来讲，方才父母话见你马喜好，心想与你成乱交，为子三娘伺候罢了。国长啊！你是当朝的明王，这才话来要本地高，这什么见我三娘容貌好，心想与我结乱交，要知道我早有丈夫来配好，当与老小一交。国长啊，三娘生来不文婆，只好与你配成双，更何况官家千金与多少，立一个名当户的配成双，帮我把娘回家跑，俺大概是永不忘。一切事情我知道了，岳父知我何知道？只要你我情谊好，荣华富贵享不了。遇到是神王高来先王的，来，你我上朝共当面。我把这定向你告，你讲大义都是会拿到，不求你凡事行好事，记得帮我为家跑。女娃子中许老道，万事夸夸来得应，叫我答应万万不能。真的不得应，万是假的不应。想。要知道，
既来之则之，你呀出此难飞了，还是乖乖地答应为了，免得我国长老大人对你动心。哎呀！青此一来，我分他乡。看起来他不是办不到，老子想不到你今个替我当明白，让他王家子里好，要我三样来答应，是非是把这三人送送到。你该骂我！哎，与这种女人计较些什么？她是我的心上人，遇到是骂什么？哎对，你真的真的，你为贪图富贵，还是答应的为妙，我不会得亏你的啊！你这个老子！经济不吃，喜欢吃饭去。你到他山头上动土，过来打我一巴掌！哼！岂有此理！逃死！啊！你还要动家事来向我不正？起来！起来！啊！真的死了！我为你真相思苦，难道你愿不成？是这种吧？照片。再来！哎呀，他是呀，那民众高的不肯，为啥肯你地里想啊？他已经被贴了啊！哎呦，欺家女，屁家女噻！老皮呀！哎呀，国长爷，侬不要么好不等我的。小心小命！这话告诉你，他不肯答应，我是用铜锤将他打死的。个人啊，喜欢的，个死人那个别呢？接着吧，国长打死一个人，说的是打死一只狗。是。老皮，因我将他尸体抛出府门，抛到凤山崖角，狼吞虎出去。慢慢叫，他是爷。我不能讲，一个死人了跑到山高崖角去，通常把人家晓得个，是侬国长大人当死个。天不怕地不怕，怕什么？侬现在是天不怕地不怕。大宋朝有个包黑队中呀，他是铁面无私。这个我这个事情不大晓得，侬个老金丝来卡拉走！哎呀，老皮，言之有理，保证此次与我作对。要是被他知道，岂不是我有命不保？快用个想妙计，想办法！哎呀！哦，国长爷，我有办法啦！快讲，倒不是啊，个死人啦，阿拉里向有4大花园，个小花园里向啦，有口古井行是吧？一个古井呢，个死人把这个古井底下，古井上面铺上石板，石板上面铺上泥土，泥土上面种上7、8角，人不知鬼不觉。
刺激人了。我看这个草棚之女夫妻后，西花园苦境之下，是他的二生之处。老皮啊，哎，早知应是须只管八路，喏，进到里面，种种有赏。哦，夏太子，噶漂亮的人媳妇，我不敢说大了，哎，没办法。莫非是我吃今日去梅花，因我来唱家清贫。想起了我吃本是也得人，不为也在我家道病，心房不定身难安。为累呀，一看是有不着，莫非我去出门前去买花？花儿为人卖我，不必为家不人。不对呀，哦，定是一件事有不着，被那户好心人家勒索去了。哎，要是现在出门前去寻找，事已不着，只怕也难以寻到。哎，倒不是在里面等的。怀在阳间电视里，死在阴间堂交戏。杀要归还万阳尊，是非害定。了明玉，回问正是3年行，可因早上劳事无力，见我容貌端庄，偏见父命，表示不正，同才将我当死。官人在家不知，待我万事前去托梦了他。
这位小姑请了，做啥来？小姑，我想当天一个人。当天你当天啥人过了？哦，我去买花三娘，你可曾看见啊？哦，马夫三娘，跟我晓得个。啊，哎，谁过来？来。这边人又不能光光非要紧哦。马夫三娘个人啊，把赵章骗到府里向，听人家来灯光已经死脱了。是我这讲，已经死脱了。哎呀！果子，啊！哎呀！青色是我此日今早不应。门进去，听得小姑言道：“我此日早不应。”啥是正在我此日早不才，我定要为此先去报警。母亲在家不孝，还是与我死个明白。哪里去了？母亲，儿啊，你弟弟哭哭出了什么事？娘，昨夜在跟儿得了一梦，梦见我此前来托梦，日早不醒，我心中放心不下，到得大家子上前去打听。听得小姑言道，我此日被骗着丈夫，请生至今一命归阴，错得罪，哪有放言？师父，母亲，娘，你醒醒啊！为啊好。
此人我娘子日早不在，此刻让娘子远去而死，我要前去当真告为此报去。儿啦，娘，要知道找张老人爱搞事的，我们那是贫穷人家，遇到事官官相护，哪一个认为我们失去公道之王？娘，纵然是官官相护，难道世上就没有王法不仁？娘一定要先去告他。儿啦，你此去告状，告得真到位罢了，实是告不真。你来看，为娘你们教儿年小，家堂儿辈里叫我老的老来，小的小，受告儿辈。儿啦，娘，你再听娘的话，不要去告。不，娘，娘子来到我家，操持家务，更何况为了我上金盆村连夜计划，此番上岗趁早不成，我岂能不滚？娘，好，孩儿立志是决定要维持生育，此番离开家门，留下上一高堂，下一娇儿。娘，要在孩儿此去高堂，上有不成。儿啦，你不能说得出话。娘，谁不能尽孝高堂？儿啦，娘，离离才没自己，是不吉利的话，你叫为娘子你放心的下。娘，你不要为难，你们小弟子呀，不要为难。娘，下雨南阳江，他是我们刘家担当道苗，要让孩儿真有不成，王母亲将他好好奉养。娘，是不能报答母亲对我养育之恩，母亲在上，亲随儿一把。母亲，为娘不能没有你，我已经失去了媳妇，你千万不能一日忘记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娘，要让日到亲子，能为娘子保举血恨，我倒能为这家子。娘，就把头母亲抚养，年迈高堂自己保重，孩儿在此别顾了。娇儿，你娘趁早不成，为不要为你娘再去报警，你好好跟在祖母身边，但愿你能平安长大。娘，孩儿去了。
你回来，娘，但愿我此去能够遇到清官为妻保证。母亲，